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上講呢講過紫菜嘅驚人價值，當然要講下佢嘅食用注意啲乜嘢嘢啦。除咗呢兩個視頻呢，曾經介紹過要點樣安心食紫菜海帶，同埋食紫菜海帶可以防止腦筋遲鈍。嗱，呢三個已經上傳嘅視頻呢，佢個網址會喺現時簡介下邊嘅。今日呢嘅話題就係講紫菜服用嘅時候要注意啲乜嘢事情呢？我哋知道紫菜係有豐富嘅礦物質，更係碘質嘅豐富來源嘅之一，所以呢時時當佢健康食品。好多即食紫菜當係一個小食嘅，但係呢食用嘅時候我哋一定要注意好幾點。第一呢，我哋每日嘅攝取量，紫菜就15克。而海帶呢，15至20克，唔可以過量嘅。第二點呢，就係因為呢啲係海裏邊嘅產品，所以為咗清除污染毒物，烹調之前要多換水浸泡。雖然海帶表面白色嗰個粉末呢係有益，但係為咗避免污染呢，我哋都要浸洗多幾次，去除咗佢。第三呢，有甲狀腺功能異常嘅人呢，你食用之前先要請營養師或者係醫生評估咗你是否適宜食用。第三呢，就如果你有腸胃消化道唔係咁好嘅呢，唔建議你多食嘅。第五呢，係呢個胎兒方面啦，為咗防止引發胎兒同埋新生兒嘅甲狀腺功能障礙呢，懷孕同埋哺乳嘅婦女每日食海帶嘅量呢，唔可以超過20克。而食海帶之後呢，唔好食啲酸澀嘅食物，同埋立即飲茶。第七呢，就係你小心過量攝入呢個碘質呢，係會對身體有唔好嘅影響，因為呢會導致甲狀腺腫大，影響佢嘅功能。但係如果你懷疑你攝取過多碘質，同時出現頸部腫脹呢個情況呢，應該立即減少你食用呢個富含碘質嘅食物，同時立即見醫生啦。第八就係如果你係服用嗰啲稀血藥，好似 Warfarin 華法林嘅病人呢，你就唔可以食，因為呢紫菜有維他命 K。佢可能會干擾呢個嘅稀血藥嘅功效嘅。第九呢，你小心過量攝入鈉啊，因為紫菜佢本身就天然含有鹽分喺度嘅。如果你食用額外要添加鹽嘅紫菜，就容易導致你嘅鈉量過多。最好呢，建議食啲原味或者係比較少調味料嘅紫菜啦。最後嗰點呢，就係腎臟病人要小心啦。因為紫菜呢有豐富嘅鉀，而腎臟嘅病人呢係需要控制鉀嘅攝取量嘅，所以腎病患者呢最好係問個醫師，或者你係適宜食幾多呢？千祈唔可以過量。嗱，呢個紫菜真係好有益，可以排毒啦，仲有多種嘅功效啦。但係食用之時呢，一定要注意佢嘅各種事項，避免你係觸犯咗引致不適啦。多謝大家收聽。